即阵嘛是王台大出的时间，即阵啊，屏东九如乡就出现一款酸野王台，食起来真实有酸野味。农会表示，这是在地农民透种和量试卖新口味，民众来试食嘛讲，这食起来唔但真香，阁真油，袂带嘛袂夹子。它这种凤梨要选比较黄的比较好吃。皮下下的肉切做一块一块，这是台王来标准步数。民众平常食惯是一般的王来，即马有新的选择。屏东县九如乡农会协助在地小农推出酸野王来，这是农试所推出的台农23号品种，食起来肉油煞脆，阁有酸野香，吸引袂少民众来试食。酸甜啊个酸味真重，袂粗啊。伊比金钻较幼比较细致，嘿，较细致啊，较幼味啊，毋过食起来安尼，有那王来的感觉啊。毋过我感觉这种我若要摆卖，我会感觉较拄好大支啊。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，这批酸野王来是由小农种植培养，爱开2年的时间才开始结果。即摆收成500支，试卖看卖，产期也甲一般王来无同，互农民伫今年内网减产的情况下，阁有新产品会当卖。去试嘛，啥物品种甲啥物种出来的物件拢是甲人无共款。伊目前今年采收互阮的、交互阮的，差不多伫咧500几支安尼。除了新品种的水果，农会嘛甲王来叶仔回收，制作成王来纤维帽仔，甲规丛王来拢用较大。农会表示，未来会继续协助在地农民，互屏东的农产品更有竞争力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